目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甘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应该才有。大狗的呜，鹦鹉亲舞，我恁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以前你是双水，我两千八年。我是西。今日是个什么景象来老的沙漠？做伙来，各位各种也是错，要看风难在。一定是海山，我要小摇滚爱你来。这张专辑内底啊，你敢有特别介意哪一首歌？今仔日拣吊树头好啊。甲阮吊树头，风吹西头无地走。鸟死啊，吊树头看世界较宽啊。哦，这是另外一种角度的。啊，恁是安怎熟悉？一开始是开始我甲刘丁伫咧网络上甲 PPT 拄着也相干的，网友的对。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遮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，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。Ivy 61号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Ivy 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 rap。讲到故乡，大家有啥物印象？有人会讲我的家乡充满着海味，嘛有人会讲我的家乡有乡村的印象。今日来海味61号的来宾呢，大家拢知影，伊为着伊爱的土地甲伊的家族。去争取权利。欢迎今仔来到海味61号的来宾，班奈。嗨，班奈。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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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你的演唱会还有另外一款讲法，对不？演资团。对，我就是要讲这，是安怎会安尼讲呢？去熟悉一个所在啊。哦，你是用食去熟悉一个所在。啊，你会记得你，因为阮定咧唱歌咯。对对对。差不多拢唱差不多的歌嘛。食的部分是不是会讲更较加强讲你对这个所在的记忆？是安尼啊，我意思就是安尼。你敢知影刺葱？刺葱，我捌听过啊。我想要葱一枪。一杯茶，互你啉。你要泡一杯刺葱的茶，那我啉就对啊。好啊，那明仔来情况嘛。啉过。所以今嘛这是拄啊。对，拄啊。很慢的。蛋呐。蛋呐。来。一杯。嘿，好，谢谢。试看卖。好。你帮有味？有啦。有啦。太淡，但是有。袂啦袂正，我感觉嘛是有一个油油啊的味安尼，嘿。这安神。安神哦。嘿啊。嗯。好。啊，你若困袂去吼，啉这做好困。好，我会记你啦。好，我今仔想要来甲班奈来讲哦，就是讲，进前的你家己的专辑拢是你家己的创作嘛。啊，因为这张的专辑，你就是唱歌的部分拢是你。啊，制作的部分甲创作的部分就是小豪。嘿，小豪。嘿。啊，你感觉讲这两个，甲你进前你做的唱片专辑，你家己感觉有啥物无共？
角色的部分。小校写的台语歌是做典雅，做袂人。遮所有的歌呢，拢咧写阮细汉的时阵，有牛车的年代，啊有命无介好的查某人啊，有田啊，有稻草人啊，写足济动物，穿山甲或者哪里啊，哪里对？嘿，是一个款式歌啊。款式歌、坑式歌、坑式歌，爱大家好好做人，唔通参像哪里啊？唔通参像哪里？嘿啊，假死！啊，我若是唱我家己的歌的时阵，有较济我家己的态度啦。态度嘛，啊，所以讲小豪你做制作这张专辑的，嘿，这张台语专辑迄当有先甲你讨论嘛，对无？伊咧写的时阵，就是想我落写的。想你落写。啊，这14年中间呢有制作过程，制作过2摆。小蛋，对。你拄啊讲了14年，对，这张专辑做14年，啊是安怎会甲14年了后才发出来？因为一开始伊歌写好，差不多2-3个月就写好啊。阮先唱一个版本啊，足济。爱调整还是讲你？就是很多技巧，就是家己所有会晓的，厉害的物件拢唱入去啊。拢唱入去啊。对。啊，都伤济啊。伊嘛同款咯。哦。伊嘛编足济，我嘛唱。你拢唱有够有超啊。超过。对。啊，阮拢感觉倒位怪怪，坑袂坑。伤满了对啊。就是惊人唔知影讲阮是做有才华的。啊，第2摆是伊个愈厉害，可以用迄个交响乐都愈济。是哦。啊，伊拢无互我听，伊都。伊家己感觉听就讲哦，这样咧可能袂使无头。吊树头，树边南雨晒日头，甲阮吊树头，宽阔的风景看袂了。今暗的月亮真光，树仔顶头泪痕，树顶的石屐巴甜，阮伫其中散发香味。散发香味，散发香味，甲阮吊树头，搁剩几工绑袂牢，甲阮吊树头。风吹西头无地走，透早有只风门，双脚芳势如龙君，残花的花蕊盛开。阮是其中上水迄蕊，是上水，是上水。
是上水蕊。《夜蒲》这张专辑啊，互你摕到金曲奖了后，你家己感觉讲，对你后一张的专辑，你有家己有啥物想法？应该讲，你会想要讲家己再来做一张。有啊，因为今年有去写另外一张的古装嘛，佮摕到。哦，马上摕到，所以你爱家己做啊。无，阮有甲另外两个制作人。一个是萧何硕啊，一个是李承宗。因有想法是讲，因为无啥物人咧做议题的专辑。对。咱社会有真侪代志，大家爱定讨论啊。对啊。嘿啊。大家人拢知影讲，班奈是非常爱这片土地，甲伊的家族的人。啊，是啥物动机，互你想到讲你会用做这件代志？因为写歌的过程中，一直爱问。真侪，为虾米？为虾米原住民会遮瘦？遮尔都无钱啊？为虾米阮的文化会消失？真逐工拢咧想册。尾来就爱想讲，应用歌声来互大家提醒。生囡仔，生囡仔，囡仔一直大汉，我看到囡仔，我就会想讲，我以前上艰苦的，我希望囡仔免有遐困难啦。哦，免拄到遐烦恼就对啊啦。对啊，有人会讲，是安那你就爱甲你的囡仔的名，互做原住民的名。安尼后摆伊若去做老师，要介绍伊家己。嘿啊，学生等于厝里要写联络簿的时阵，会讲。是安那恁老师的名字是原住民的，是安那我的囡仔爱互原住民教。我是安那爱互以前拢讲番仔，我现在爱互番仔看病。就是慢慢讲，这几档来讲啊，我家己看到的啦，就是讲愈来愈侪，就是讲会去尊重讲原住民的这个文化。7岁去国校就开始讲国语嘛。阮庄内面的时代嘛，拢开始学台语啊，学国语啊。我是第一代无法度讲家己族语的。毋过我伫20几岁的时阵，伫元武做的时阵，真侪无共款族群的古老的，足古老的乐舞啊。这古老的歌，互我真大的真有力量啊！因为我家己写歌的时阵吼，就感觉家己真有才华啊，写来嘛袂歹啊。毋过去听老一辈，嘿，老一辈因祭典的歌，一般的歌，因咧大调换小调啊，因声部。一个调的行三个声部，非常复杂。我就说哇，我的感觉是歌带我熟悉土地，熟悉无共款族群，是安那用声去拜拜，唱互天咧听，求大家拢平安顺遂，也未到中昼的好时机，花开花好日子，遥遥白蕊叹露珠，迎风摇摆。真着
是软路手段真着美，三刻青春袂得志，南方有我变成芳，春风小伴介袂人，回首变的连个你的甘愿入场，我是你的白掌，把水不再花开，风吹点头，一路归土地，回首变的免过你的甘愿入场，我是你的白掌，把水不再花开，风吹点头，一路归土地，一路归土地，一路归土地。夜婆这张专辑的成绩非常的好啊，而且佫摕到金曲奖，你家己的感受是安怎？有人听到，真欢喜啊！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可能就哦听看卖听看。这张专辑内底啊，你敢有特别介意哪一首歌？因为每一条歌拢足袂人，真水啊！拢做袂人都是真水的对吧？啊无，今仔日拣吊树头好啊！哦，吊树头。甲阮吊树头，树边南坡晒日头。甲阮吊树头，吊树头。宽阔的风景看袂了，鸟死啊！吊树头看世界较宽啊！哦，这是另外一种角度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写另外一种角度啊。系啊。啊，鸟死啊！吊树头，迄落巴肚要崩溃啊！就是讲，我是上水迄类咧。每个讲咧开花共款。系啊。哦。啊，咱感觉出臭的。不过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讲咧开花共款嘛，对无？嘿啊，巴肚枵的，哦，真香，紧来食。嘿。嘿啊，我伫其中散发香味。你看小豪多好笑。我写这书竟然写到内底意义足够的呢。嘿啊。嘿啊，就是讲唔是讲一件代志，你能用一个方式去做，抑过你能用百款的角度去理解。今仔非常多谢班奈特别来参加阮海味61号的节目，而且我阁感受到班奈满满的爱，对这片土地，还有对食，所以安尼我有算迄落演吃团的成员之一无？伊食伤少啊，拢无食到。哦，好，咱南面较食，咱真家己因为你阁要甲我介绍一寡物件嘛，对无？嘿啊，阮朋友这餐厅啊，伊甲规间厝增加呢？增加敢若是伫海底啊。因为遐物件看拢是伫海底的生物啊。我感觉上重要是中这片吼织布啊，嘿，大雁族群泰雅族的一个前辈，伊做迄个苎麻，嘿，顶种落去种苎麻，啊开始抽丝啊，变搓成线啊，加落去，嘿，哎呀，收，对对，然后落去织布，嘿，伊做这差不多40年啊，做这线，做40年啊。嘿啊。我带你来看迄个渔网内面。好啊，树叶吗？
树皮，树皮。故事的树皮。哦。阮古早会做衫，嘿。嘿，会当摕来做衫。做衫，做衫。布。做布。哦。安尼我知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后会有期。嗯，好，会。台语边讲？再会。再会。期待再相会。飞袂平，有枝袂叶，有眼无看，有花袂烧。你是撇你半暝作作，小伊无伴，阮是夜晡。情的时阵无食草，有情的暗暝煞找无出路。插目的月娘，满天的星斗才亮相。是唯一的方向，无情的时阵无食草，有情的暗暝煞找无出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海味61号》，我是爱听团的 Ralph。吼，到我这个会所吼，上班、下班这是逐工拢爱发生的。而且咧，下班了后咧，你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，刚想要好好休困。也毋过咧，今仔要为恁介绍的这团咧，我讲因足骨力的，上班有打拼趁钱，下班了后回去厝诶，佮有好好顾家，而且因竟然佮有法度。节出时间来练团，打一团呢，无错，就是晚安废墟。日头请呀！啥那要到约咧食咧？其实这就爱讲到我家己的故事，因为我是高雄人，嘿，我知。高雄大汉读册，啊，以早约女朋友的时阵，拢会约伫咧文化中心食。所以是拢伫遮约会了对啊。所以这个所在对你来讲有充满
会议嘛，对不？真正是因为这几档我感觉高雄的变化真多，但是文化中心是我感觉上无变化，上留伫我记忆当中迄个模样，我拢保存了真好。晚安费雪，这个名是安怎来？其实当初我嘛想足久哦，就要安怎来代表阮这个团的一个气质，还是讲精神？因为阮大家历史拢伫咧上班嘛，你是要上班嘛？拢行请的嘛，就有业务，嘛有工程师，啊嘛有设计师。爱伫暗时的时阵，阮跟转换另外一个身份，就入到大家人的梦中，阮就化身一只海马。海马，你讲到重点嘛？恁厝里若是有囡仔的，知影这只翁仔 Fisher，这只费雪就是晚安费雪。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哦，你等厝内若有囡仔，应该拢是知影讲你。这翁仔，囡仔你困，你当中爱一个翁仔，啊，就踮落巴肚有光，然后放音乐，然后就陪伴囡仔伫遐困安尼。其实这个 idea 是为柳丁卡来人家来，柳丁卡来人家来。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讲，2时啊上班就上到咁稀累的，下班拢稀累的要休困。啊，恁转到厝的，甲顾家，啥哪个有法度积时间出来练团咧？我想这点瑞应该真有感，就是有闲的时阵啊，有闲的时阵，大家拢弹吉他，写一点物件，然后传互今日的团员，然后就接力一步安尼来做。哦，算讲哦，你这边才可能讲。啥物拢 online 的，这种方式，真特殊呢。对啊，就东叔妹下落来，啊客户妹下落来，囡仔卡下落来，下啦，传出去，伊就开始啊。拢伊咧写，拢伊咧创作。哦，所以拢柳丁你写。大部分拢柳丁写，啊音乐部分才有另外阮三个才甲做起来。啊恁是安怎熟悉？一开始我甲柳丁，阮实在应该有差不多10年啦。 10年。之前就做伙算音乐。之前疫情的时阵 ，COVID 2轮。对啊，就无啥代志好做，阮就把之前的作品摕出来批判一下，阮就开始创作。啊，以后就伫咧网络上甲 PPT 拄着也上加瑞。所以是 PPT 拄也上加瑞。对啊。的对啊。
家己同款人，人有几个名字，路程的脚步伤赶紧，落到个电话真正无看到注意的，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知。三顿有长长半成功完甲泡面，父母无敲电话做啥物？哭哭卡来问我，今嘛敢袂会记的？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，知唔知唔知，唔知唔知知。少年家，无要无紧，已经吃到一个年岁。这几年打拼做头家，我头看着家己伫工仔靠怨气。我头看着家己伫工仔靠怨气，恁拄我讲恁熟悉是伫 PTT， 敢袂像讲一间假啊是安怎无？来乱的，来乱的啊，对无？贝斯当初是用电脑印的，电脑来印头刀。啥物？你想气？你有是毋是有感觉这是来的人乱，还是阮来的乱？是你伫乱啊是安怎？因为贝斯拢是伊咧起的啊，因为伊早就因两个人尔，啊伊咧厝里啊无来钱啊，用电脑起。啊，去一首搁一首，啊，应征的时阵，伊甲迄 demo 摕出来，讲，啊，你著100%照安尼弹。完全无咧管这是人会使弹我看到我就出想讲，这是安怎？这是电脑，我弹袂出来啊。嘛是硬着调背着去练弹。弹出来对啊。啊，足奇怪，无人向阮讲这袂使，来拢是讲好，我会使，所以我想讲，真会假好啊。所以这是我试看卖好啊，这是个趣味的代志对啊。应该是无听过别人安尼舞的啦。我毋捌听过安尼舞的。你网络顶头做这件代志，实在是风险，我就是感觉介大的。嘿啦，对。恁大部分拢是伫唱华语啊，啊是安怎是啥物机会、啥物机缘之下，恁会想讲啊无来试看卖用台语来做创作？哦，这就为我遮讲起是。其实这是一个我一个愿望，我想要完成。啊，就是讲，因为细汉的时阵，亲情、爸母啊，拢讲台语。啊，我只会晓听，袂晓讲。啊，细汉时阵当作应该是无差，袂安那。嘿啊。啊，大汉了后，尤其是有囡仔了后，才感觉讲啊，
这世人都无好啊处理啊，甲对待这陪伴我一世人的台语，就安尼传下，互人知影讲阮为倒位来安尼。哦，安尼袂歹，哎，嘿啊，啊，毋过啊，你创作迄当用台语创作迄当阵，你若写歌词，词写出来了后，你家己念袂了，你敢会去找一个讲会对台语较专门的老师来去甲做请教？其实这讲起来就好笑的，就是阮丈母，拄啊好是台语电台主持人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啊，伊台语真正足袂歹，是迄种会使卖物件，迄种袂歹。可能是卖药啊，惊外波头爱加控7罐的。对，啊，袂甲写叫安尼，所以我当作讲这应该对啊，应该就是伊啦。才咁问安尼。所以你的词写了后，你讲会拜托恁。啊，足歹势，因为阮乐团你知影写的词嘛是，可能无遐正经啦。所以有时阵摕伊看，啊伊会差不多点差不多1分钟安尼。啊，我嘛想讲，这到底是我写唔对，还是我这写甲想无正经，还是伊咧想讲啊，原来阮囝婿是这种人。这是爱足大的勇气去。好，啊，所以要来你厝，互恁丈人嘛看了后，敢过关？有啦，因为伊嘛是爱处理啦，对啊，嘛无法度啊，无这囝婿嘛是囝婿，无要安那就对，已经安尼啊。因为你即马做的是你介意的代志，啊伊嘛，我感觉时代拢会想讲要看时势，你做家己欢喜、甘愿做的代志。对。所以嘛是讲爱甲你支持安尼。毋是要做歹代志啊，对啊。好，啊，恁这张专辑啊，我听落来了后啊，拄啊，也想讲，迄个 Fisher， 你演出你当你会甲带，你会甲炸去嘛，对无？炸去表演。一开始的时阵。啊炸去，你个坑，你坑喺搭，等下你个手势是安怎？因为我甲固定啊。我想讲你是固定，你拄啊安尼，我想讲你是摕起来，甲咱恁要过香炉共款。哎呦，这冇想过哦，可能会再做者，安尼可能较顺哦。我是想讲要放倒位，啊放伫涂骹，啊看无。我咧弹琴，我也无可能讲一直摕咧，安尼来弹，无可能。我想请一个人摕嘛足奇怪。我请一个人嘛足奇怪，所以最后我就用倒线，用接落去的倒线。接琴的倒线。我帮你。绑咧，啊绑了后，阮绑伫个 stand 顶悬。对。迄是第一个上重要的设定。上重要。绑好硬哦，袂使落来哦，嘿啊。夹起会当无声，但是海马袂使无滴的。所以恁的专辑，恁家己对恁这张的专辑，你有想讲要来去甲大家介绍？听这首歌，听这王恩飞雪的歌的时阵，你会使想讲啊，人生是一块块啊，做家己，啊享受即马。啊明仔安怎我唔知，不过我们每一天就好好啊过，心情放啊轻松。放轻松。所以无啥物代志是过袂去。对。
进程你演出的部分啊，像讲恁捌去过啥物音乐节，互恁感觉印象较深刻？伫北部差不多拢演过啊。北部的一寡 live house， 印象上深的就是伫瑞故乡。好，迄叫靠山发浪。靠山发浪。嘉义啊，伫嘉义。迄真大个舞台，真大。个舞台。真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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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搁真大。咱嘛想要去高雄迄大港。我的目标。目标去大港。可以搁愈大的音乐节。甚至讲国际。成为国内，成为台湾咱一定要有迄个企图心。但是较最近的目标应该是讲完整阮的歌曲。因为阮歌曲即摆差不多6、7条，也无讲介完整。阮理想差不多20-30条。20-30条，啊制作啊创作甲做起来。20-30条，安尼就是讲数落来了，至少已经做差不多2张至3张的专辑。目标嘛，对无？目标是安尼。我相信会愈来愈侪人去来听你的音乐，非常感谢万安费雪今仔来阮台味631号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把人笑
每一摆看到班仔的演出，听到班仔唱的歌，你会当感受到班仔用歌声要来表达伊对这片土地、对伊的亲人爱的坚持。时间无够用，硬积嘛要积出来创作好音乐，这是暗暗 Fisher 因的坚持。希望大家听到因的音乐，嘛会当找到你家己的坚持。